到海關及入境當局嚴禁所有乘客喺聯邦檢查區內使用手提電話，違例者手提電話將會被沒收。閣下必須將手提電話關掉，直至通過聯邦檢查區為止。我哋好高興有機會為閣下服務，並希望好快可以再同各位喺環如一家情緣之一嘅國泰航班上見面。各位乘客，再見。